下是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世界各国是陆续来开放着边境。南韩的政府来宣布，为今仔日开始，台湾人若是有做2剂，或者是3剂预防射，安尼到南韩就毋免来隔离。也毋过，若是做高端疫苗是无准算哦。另外，咱的外交部来宣布，办这个护照电子化。当来要申办护照的民众，先去伫网络写表、传相片，约时间，就会当快速来办理，领到护照。脚踏车骑过所有现代化的建筑，嘛会使伫传统韩国厝之间散步。台湾人上爱去的国家之一，韩国正式开放观光啊！ 한국 도착 시에 3차 접종을 한 이후에는 격리가 면제되기 때문에 한국 도착 이후에 바로 여행이 가능하고 아까 말씀드린 것처럼 안심관광지 125곳을 선정해서 그곳을 여행하실 때에는 편안하게 안전하게 여행할 수 있다는 부분을 저희가 설명을 드렸습니다. 今麦台湾人只要做完2剂预防射，包括莫德纳、AZ、BNT 在内，也毋过无包括高端，就会使去到韩国游览免隔离。这个消息，互爱出国游览的乡亲会使开始准备啊。各国陆续开放观光护照，准备好了吗？不过现在办护照不用那么麻烦。 外交部领务局因应疫情后以及网络时代来临，继续优化护照申办的依法作业。英国民众爱亲身去办，准备印出来2张相片，万一若无符合这个规定，爱搁摕回去改。不用冲印照片，时间跟成本哦。 即摆使先填表、传相片，系统会先替你确认讲，这个规格敢有正确，再来上网络注文，时间若够，摕印货资料，也是到现场去印签名了后，就会使快速办理护照。上要紧，这个面的辨识唔通无要无紧。修图软体其实也很盛行，我们是有蛮厉害的一些人别辨识的一些检视的机制。办理的过程搁较有智慧，搁较利便。 因为疫情的关系，2年外来拢无出国，即卖会使出国去游览嘛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